老挝首都万象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维莱旺占塔拉提女士于2023年11月11号汇报关于庆祝塔鸾节工作筹备情况。2023年万象市塔鸾节组委会将于11月23号至27号举行庆祝塔鸾节活动。节日期间将举办许多符合老挝民族美好传统文化的活动，特别是将借此活动举办2024老挝旅游年开幕仪式。今年的活动除了注重于举办宗教活动这一良好传统外，还把重点放在加强宣传，吸引更多游客，让今年的节日更加丰富多彩，给前来参与该节日的国内外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们的组委会在该活动的各个筹备工作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即在活动区域里装饰各种能展现出塔鸾文化独特性和美感的装饰品，在塔鸾外围及周边多个地方规定装饰点。今年还将举办一场首都万象最佳歌手大赛。为了避免交通拥挤，组委会还为参与该活动的公众提供公交车、蓝色出租车和蝈蝈车作为免费交通工具。在节日秩序方面，组委会已发布关于控制使用音响设备的规定，允许使用喇叭扬声器、活动现场中央舞台音响设备。此外，参与此活动的企业还可以使用带扬声器的悬挂式麦克风、手持扬声器、无功放音箱等音响设备。若使用带功放的大型扬声器，必须向组委会申请注册并缴纳注册费。维莱旺占塔拉提女士呼吁老挝各族人民参与此次活动，并做好各个重要事项迎接游客，如女性必须穿筒裙、整洁上衣或传统服装，保持头发整齐；男性也应着装整洁，共同保持好清洁卫生，将垃圾扔到指定点摆放的垃圾桶内，严格遵守各项规定。至于企业销售自身产品，应按照组委会所分配的区域进行销售。举办该节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弘扬老挝民族自古以来一直施行的传统习俗，以独具特色并在国际舞台上广为人知的优良传统，促进旅游业，推销各模范家庭产品与国内产品，促进国内经济适应力，维护老挝和平、秩序、治安与清洁，并能维护好老挝民族的美好文化习俗。